苗栗桐花公园内的客家大院，占地面积300平，以完整传统伙房建筑，如实呈现先民生活。族群为了自保，常常就是兄弟分家不分居了所以呢，这个盖这种伙房啊，就是说聚族而居的意思防疫的作用。来到这里，体验悠闲客庄步调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置身先民的生活环境中。这里的风景很漂亮看慢地位好好的来欣赏。要住伙房是个大学问，祖先在听，神明在庙，一切都得照规矩。左右的2个厢房这个前面比较尊，越后面比较卑前尊后卑，左尊右卑左边比较尊的就是住父母亲的亲房。来到厢房，近距离了解先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早期没有电风扇的时候，用这个起山，就是朴槐树了这个当这个凉风扇凉风扇。那时候没有纱窗纱门所以呢，要睡觉以前要用这个竹尾我们客家话叫做门尾的把这个蚊子赶走。一旁模拟在朝围观的书房摆设，证明读书对客家人来说十分重要。正厅上方高挂客额家烟匾牌，是指客家人千里迁徙来到这片土地，从此在这里安身立命。另一层意涵是欢迎大家来到客家大院，感受宾至如归的好客文化。上课喽！Come on， David。Come on， David。Come on， David。